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阿国啊，你知啦，北部名主持人，电台界我的前辈。结果入去嘛，共款摇头革面，因为顶日咧烦恼的代志，烦恼还袂煞哩。啊，到阿国兄看到我，就淡仔伫咧怨叹，讲我的产品是卖一个支持节目的，结果毋是，咱一盒1000，人吼3盒5盒1000安尼伫咧弄，尤其介绍出来，迄个主持人的含头拢有够悬的啦，有够响亮的啦。即句含头，台语大词典，老爸咧讲的台语，日本时代台语词典超有，毋过即马吼，拢有华语影响去，人拢倒边讲，拢讲头含啊啦。含头含就是啥？阿公兄咧怨叹互我听，讲迄主持人伫节目中介绍呢，讲我是啥物台湾医学养生健康文化艺术协会理事长，吼，侃遮长，人客会信呢。我才甲劝解，我讲阿公兄，事实讲，咱做人做事做生意拢共款，第一要紧就是点底，点底都无消，点底库存哩。我来甲说明。讲啦，台语大词典、日本时代台语词典的记载，点底就是库存无毋对。毋过第二，点底嘛是啥？嘛是咱的基本观众，爱护咱的，这个基本人客做点底呢。国情啊嘛望讲，我有真侪观众朋友咧支持解文说理，你甲我斗相报、斗广告，做我的点底，啊，我会好好甲你答谢。生意对你交代的代志，你爱听的内容，我认真来甲研究。我甲阿公兄讲。做人、做生意、做信用，点底上要紧，免惊讲人客互拖去。有当着啊一半个啊，听伊讲甲耳仔拍拍甲买产品的，佛甲落尾爱去法院做干净都有可能。敢有遮严重？我解说互你听。伊若卖迄个无信用的产品，5盒、10盒甲饼1000，内底一定透假药啊。到落尾，警察法院调去问，就爱出庭做干净。即句干净，原来老爸咧讲的台语。甚至有人讲铁干净，有人讲硬干净，这拢表示啥？表示讲罪证确实的意思。所以你去买到假药啊，你甚至讲买了食了，家己身体有产生出各样、产生出毛病，警察调你去问，你敢毋免去做干净？所以讲兄免烦恼，咱做人第一要紧，就是爱互会探听来啦，3万的冠军茶泡来请，较有影啦。